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日是2024年5月13号。今日的经文是诗篇115篇，出来及记28章29节到38节。腓立比书第1章第3节到11节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代求。基督信仰的祈祷有分几个无相款的方向。有认罪，有阿乐，有感谢，有代求，也有祈求。代求是基督徒信仰中间非常重要的一件事，因为咱的信仰，讲究的毋是家己自身的利益，是要来迎神利益人啊，互人得到利益。咱追求的目标，当然代求是基本上是比较较稳定，比较较无困苦的人，这有人是安尼讲，其实嘛无拄拄啦只要是基督徒，拢会当为着人来代求，为着人来祈祷。为着人来献祭，为着人来祈祷，是旧约时代咱咧讲的祭司的职责。这嘛是伫基督徒的责任啦。出埃及记28章29节到38节，安尼讲着。阿伦入圣所的时阵，就将所有克雅各的囝的名。迄个判断的刑地挂伫这个刑前，带来上主的面头前，互上主的记得。你着将乌领甲土明，下伫判断的刑地的内面。阿伦到伫上主面前的时，着将这个下伫伊的刑前。安尼阿伦常常伫上主的面前，为以色列人做判断。这是其他的礼服，你着穿伫这个以弗得内面的外袍，规领是蓝色的，袍的顶面的对中为着头壳留一个孔，领沿着织好用。亲像正界的领孔，免得破裂。袍的下面铺着用蓝色、紫色、朱红的丝做的石榴，做金的银铃下伫石榴的中间。规袍的规个下面铺一个饼铃。一粒石榴，一粒饼铃，一粒石榴。阿伦服侍时着穿外袍，伊入圣所到伫上主面前，以及出来时，着会当互人听着严铃的声，才免受害死。着用纯金做一块牌，用刻因的手路刻圣化归上主。就用一条蓝色的带，将迄个牌绑伫礼帽的头前。这个牌就常常伫阿伦的头下，互阿伦担当以色列人奉献圣的礼物的时所犯的罪，互遐的祭物得到上主的接纳。伫初代教会时阵，保罗嘛是写这个批信来劝勉基督徒并且为着教会以及基督徒来祈祷。那亲像伫腓立比书第1章第3节到11节，记载着保罗甲提摩太为着腓立比教会信徒祈祷同款。我保罗甲提摩太是基督耶稣的仆人，
愿写这个批，互带伫菲律宾接续伫耶稣基督隆重信徒以及特位监督甲执事。愿咱的父上帝甲主耶稣基督赏赐恁稳定甲平安。为了菲律宾的信徒祈祷，我特别想到恁的时阵，拢感谢我的上帝。特别为着恁正人祈祷的时，拢用欢喜的心祈祷，因为恁对头一日起到现在，拢有同心协力伫传福音。我深信迄位伫恁中间开始做美好工作的上帝，会继续甲恁迄个工作来完成，直到基督耶稣过来一日。我常常在想念恁对恁的正人有这款的心情是当然的，因为无论我现在伫监狱内底，还是以前为着福音辩护啊做证的时阵，恁拢有甲我分享上帝的恩赐。我用基督耶稣的疼心，偌尔想念恁大家，上帝通甲我做证。我所祈求的是安尼，恁会听会拿加甜，恁的智慧对伫逐项的判断力嘛进步，互恁会晓分别什么是上好。安尼伫基督的日，恁才会成做纯洁无通嫌的人，充满靠耶稣基督才有的好德行，通将阳光甲恶乐归乎上帝。可见基督信仰中间，基督徒为着人代求的重要性。就像迄首诗歌 ，Someone is praying for you， 有人在为你祈祷。上帝差遣的天使围绕伫咱的周围，来成做咱的帮站。诗篇115篇，独一的真神上帝，上主啊！阳光只有归伫你，只有归乎你，因为你的主爱甲信实。愿阳光归乎你，你若互外邦人讲，因的上帝伫叨位？阮的上帝伫天顶，拢照伊的旨意做代志。因的偶像是人的手所用银用金铸造的。因有嘴袂讲话，有目睭嘛袂看见；因有耳孔袂听见，有鼻孔嘛袂闻着；因有手拢袂提，有脚袂行；因嘛无用脑后出声。做因的，我靠因的，拢甲因同款。以色列啊，着我靠上主。伊是你的帮站，你的盾牌。阿伦祭司的家啊，着我靠上主，伊是恁的帮站，恁的盾牌。恁敬畏上主的人啊，着我靠上主，伊是恁的帮站，恁的盾牌。上主关心咱，要祝福互咱，要祝福去互以色列的家。要祝福去互阿伦祭司的家，敬畏上主的人，无论大小，伊要赏赐互因。愿上主加添恁的人数，加添恁甲恁的子孙。愿创造天地的上主赐福气互恁。天只有属上帝，伊将地赐互世间人。世人未称赞上主，落去永远静静的所在，人嘛袂。总是我要称赞上主，对现在直到永远，哈利路亚！称赞上主，感谢主怜悯阮、听阮，互阮有济济的天使围雷来帮助阮。求主也互阮成做一个代求者，会当帮助人，成做一个代求的勇士。感谢基督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